挨着都是流浪者，因为流浪，故所坚强；因为冇土地，故所到来位就是故乡。生命就像春蚕，要经过磨难，才能够绽放光芒。每摆嘅机会都要坚持，每一个机会都要希望。就算流血，也要忍耐，安慰他日总水长，甘苦来时爱强爽。蒙蒙天啊，风尘打滚心茫通，凝情冲，藕断丝连繁华浓，恩怨了，眼前凶相，眼成凶数。亚生蒙公，亚生凶公。天地间，空相梦。我以为你晒着嘞。有啲叫，我哋冇去洗淨。你用乜用功咯？完全都洗淨誒，無原來讀書，先生乜冇法搞落去啊？你就希望人晒着？唔係，我請個老師是講出來，我嘅理想奉公為業，多條來，請俾到醒上下去聽聽。我就唔乜樣想啊！我知道勇敢追求自家愛嘅係一種志氣嘅。你用基本嘅需要，講擁有志氣，買成18度流跳起啊！個講單純為到理想，可以成全足，用嚟講乜唔錯啊！聽者哦，你係咪見你阿爸一跳係？企要物嘅用啊！你下跳也唔得，千山萬山，我樹本田山，係想進去嘅。阿美，又嚟做好。没事啦，你听样子。啊，讀書要留一下。阿美，阿爸睇本書啫，跳咗唔嚟個仔嘢，錯冇？阿美就一歡喜，係講唔係阿爸為到一跳，我天哪希望。阿美就唔先咁搬咁多人辛苦，一下阿爸咗唔嚟一跳，跳咗嚟鬧美聽咁搬，阿美就唔是按開，也唔是唐人家多功法，錯冇？还先出去，再来军演phòng天數。
迄东西。喂，阿干，该要干啥？我干你。小姐，你武汉河双有这片叶看啊？这片，因当初就叶到天有。我不管信也唔信，不过我还真的希望天有做得本伊叶出来。对。你阿中咱到底係用辦釀出來嘅？夫人，夫人，用辦打探出來嗎？你阿地步係馬上釀嘅，係用埋個配方。探出來，又唔算完全探出來。你哋咧講乜計啦？該師傅吼，捱探出來咧，唔過吼，要種挑人嘅配方吼，真嘅冇人看得出來啦。青島師傅肯叫人產出配方？講，你哪一間嘅師傅？夫人，廖師傅吼，你聽錯名嘴嘛你啊？用技巧的時間都冇停啊！時間到會等佢人定業勢，就走到哪去了？愛弟，你哋按太強，限你做人眼部。師傅佬啊，平安去執房。身體啊，也唔好，有成歇困幾日咧，也有捱財啊，兩眼部就搞唔捱到師傅咯，嚇？做唔得啦，佢食了吼係咁錯嘅，佢哋不會全做冇睇嘅。啊，既然做嘛唔肯搞捱到師傅落條嘅食了，那你用啥學法嘅，爭做人聽書啊？有條事情吼係搞唔來嘅啦，冇嗰條太陽風做乜要搶師傅啊？阿妹，有個乖乖嘅夫人家嘅前言呢？唔係佢乖乖夫人家。我唔知咧，不過佢可以喊佢家婆。你個大俩手仔。
恁迄班人啊，有乜嘅事情沒？你阿公肯做的，又係阿婆念嘅。係啊。啊，你嚟買布嘅係咪？又係有乜嘅衫布嘅嘢嘛？要不同你買一部。阿范，俺多年冇見呢，阿姨真經當上你哦。阿姨，你有喊啊？我早就應該來看你掉咧，父親高興了，俺哋就冇再過見面。唔過我係新冠毒哦，隨時是當上你掉。阿范啊，父親係啲講嫁妹嫁基嘅條路，唔啲有幾歡喜哦。阿姨啊，我入來試杯茶。唔是啦，唔是咧啦。你阿位係？係唔係你？係姑爺，係小姐，我係月春，我身體動健，我媽繼續會做，我要好好服侍人哋。做我啲阿婆咪看年風，講正經嘅，我就當上肯定哦，過到那邊老你睇書啦。你春佢夫卡最乖最聽話嘅，該我就留幾啲啦，不呢啲哦。我春啊，南白會聽話，對麼？唔是。我冇做太小姐，已經當久了，無關係人係死罪啊。唔係係人現代轉移，山路快行，天下茫團路，唔夾走，我就唔送誒。你有冇用啊你嚇？我有冇打你？我冇規矩，你實在哦！阿姨，阿姨，你要阿勇打你了。打我的前面，死狗了你！你自家講啊！你做完了事情不退下去冇反應啊！小姐，我點解唔做嘅？我俾晒你，你話下來啊！我冇聽冇可以嘅，你話下來好嗎？好啦好啦。唔出流行來啦。今嘛啥？其實係講幾家婆，家婆。唔識講啦，唔去當啦，猜佢唔屬於用嘅嘛。我夫人家性格又暗黑。定係下。
来啦，手会聊风来。海小姐，无冲福成眼房的人呢？用会讲啊？福成眼房无好人。海小姐，海小啦，唔好叫我，我唔敢的，我冇人讲拜啦。空来啦！人哋还就是太小气，哪会起好啦？你的唇啊，伊都洗啊。23，佮比天洗比天早胎呢，阿副卡饭有卖年啊？我唔记得了呢。向俺阿爸阿妹相望，我5岁的时节，去本家的南去做法顿呢。不过，我家嘅生意死脱了，家就知道还明白，我又让俺买脱，还后也不看人，又让俺买本便宜，俺就按用本人买给下摆。到14歲嘅年，將本人買到福成眼房。按才哥，萬按後生去讀到幾隻夫人噶，難怪哦，唔會講福成養父無好人啊。係當家夫人。夫人講愛啦，聽愛倆吼。唔是講，聽無？小的吼，係啊，按後生的細妹，就是小迄個真好看，喊白做唔得叫的。天音啊，阿爸，穿外鋪好了。按迄老爷村的房间收收冰冰啊，可能还准备点某个东西，哈。不过阿爸，我要弄了做生呢。哎呀嘛，好，见去来冰就好。好，上去。太小呀，好，不用紧，我来咯。啦，太小呀，你也怪做呀。太老爷都做得老人冰间房，太小爷用做唔得老人天台。来，不用紧，我来。哦。换到热存的没？太小呀。热存，天天爱讲，听音。听音。下一摆你就按用险爱，你啊，唔要服成阴房。起码个小爷来小爷去个，躺起来动工机，对无？啊？叶春子，挨个讲法就按用，无见过你啊，你莫答记啦。那你跟人家讲哦，叶春啊，听讲法较出来，无看到信号啊，哈。一条下讲法就按用啊。阿爸，做乜唔該使埋兩眼房？啊，結果我嚟聽數，我就搬來啊。用嘅咯，那唔錯啊。
好晚啊！带落去给碰人讲，免嘛给好呢。看人家这小妹留下也呗，一天想去做坏事啊，应该给送过去。你没看到啊？我还不你做一天哦，真是大事呢。你可以这样啊，做这种乜坏事啊，莫上睇到诶。阿伯姨，老婆伺候诶。哦，老板是不落啊。买不诶？生意怎样啊？阿伯姨，那蓝爸很强哦，怎么该用的啊？人哋啲菇诶吼，就用下飯醃出嚟嘅，一煲诶。阿伯姨，用的啊？水本来。哦。阿伯姨，你用无啊？你我很乖呢，平常吃就唔爱用。阿伯姨，做乜爱用吃啊？要食了猪肉，有一种风味啦，要用吃老婆搞太行。哦。休假，算了啦，安尼莫阁上体育。来个蛋，我把它个米会。阿伯姨，人你用的啊？没，唔用诶。奇怪哦，望天下望台就想去水了。到煮菜的多多，拿去喂煮的。好。拿去味啊。哎，你做乜解啊？焗煮菜啊，唔條啲早晨空起來就應咗，全無了。我留意聽咗。做唔得啦，日本來就牙洗啊，下次搞來就好，唔是聽數啦。哎呦，唔乜用誒！你看誒，按執再留意聽咗，係講有人欺負你，我做嚟負定你。仔啊哈！做唔開？使爆跳眼的咩啊？太戇固，從來就冇看過人做些。哇，你見唔見樣啊？啊！好掂掂，變得按認同啊！看到就會彈。我做冇錯，搶我欺負我，做咩嘢事？enjoy 啊！唔係人太過啊哈！你用了冇啊？
无用诶。你倒来！马上追做两下，哪个倒来？俺没挑食的啦。倒退！拿出去！警告不准，再讲你来演风，你听到无？注意啊！天英，我真经没挑食的，还警告唔甘的。买位哦，这好千阁是零哦，哦，这来千阁是零，来哦，买位哦。你等我一下，我爱天天去转。好，来，干嘛？啊，走，阿哥，买位啊，你见，这么袂歹啊，这也足水的，啊，咱迄双足好以穿的。有嘛事哈？我有东西送本，我不用点问候哦。哦。婷姐，我要写诗的，我要写名的呢。你好，写诗唔好难啊。婷姐，唔知佮讲爱写几杂诗做得无啊？好啊，你想好要开始。我想好写，停音，倒车，
你个成绩，你用我好写歌嘅名诶。因为天英送我一双星海，俺想写纸条诶，什么记啊？哦，我教你写。好。嗨，做题目。 Go。拄好。好。歹势啦，规个爱送唔起，爱抢做送也总害天。唔会啊，也送海同好，我同送伊。紧爱去做细了。嗯。伊像我录音的呢，早去待等啦。哦。叶春啊，万姨，来了就买拿去溜溜啊吼。好。阿曼，来下山送补的啊。哦。阿曼，有没有？冇事啦。阿曼呐，我连风烫到的啊。阿曼呐，明明等下个食了药头，你总唔得再吃的啦。你家身体啊，等下不一定，就唔本人养补的。本来就冇应该再养补的啊。你冇养补用做的喏，平朝还去读书，天又欠年钱。林峰哦，一年冇嘢有，几年就养养。你冇养补，规工要什么嘅啊？我有个男朋友係摘鬼來嘅，唔係用嘅，係攞對嘅型啊。會啦，你身體還安好啊？再個參加2年吼，青春老白，唔用嘅變愛做，係咩唔會啊？阿爸，我係男婆嘅。識咯，你叫乜嘢咯？冇啦，奇怪啦。好嘢啊！我愛看佢每日去送貨嘅。係啊，伊個飛人家開眼送嘅東西行嚟行去，當然咪會開。經過送補嘅就搞不來。哦，所以家風哦，真嘅一定難誒。做呢時節susah他條米，哦。好啦，今日落去嘅啊。好。會啦，走勢啊吼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啦！我等下开。这个天佑，你哪来啊？武行哦。武行哦。Hugo。Hugo，我。叶头诶，总算叶头天佑，总算叶头天佑诶。Hugo，叶头天佑诶咧，你做嘛个太师嘛，后世的人全部会知。Hugo，天杀到台湾，你喺土地后，叶头天佑嘅人，啊？原来你听埋，你敢唔记得？你阿天佑，迄个老阿发的偏好，拿来反天的。Hugo，你俩天佑几重要呢？你天佑，迄木马家私、冯生房，要阮拿土地老，你就阮拿。你天佑，天朝比土地行较重要。哪里？走来这。Hugo。出来帮我下去看一下无？阿姨，单子好诶。那你忙算怎么？忙呢。阿曼姨，阿啷死脱啦？是的啦，那这个时候哦。阿曼姨，你迄日脱啦无啊？啊，就老人家的啊。肉条那么好吃耶，个啦。唔讲用我乱倒啊！我哟，阿曼姨，你迄面奈无痛快啊？无恁讲法哦，来好点点的，
哪有那么爽快啊？我惊唔连碰出地，做嘛去同伊讲啊吼。哦，做下班有课无？有啊，啊都会写滚水。哎，也算上哪一些些啊？阿凡，金风嫂，你在数那很好做呢。也到天佑。叶春啊，哎，看水了。哦好。阿曼姨，你好呀。永红这片联络好吗？好诶，永红的人讲，只有送到小龙岗，再送到厦门这片。交代家己的，莫讲出去啊。掠事情用人迄伫，手会紧错。迄讲，本警察太水通拖到伫，听说会上来几村人，家就麻烦。好，爱弟。李哥，阿发嘞，老天有一通通来买钱，你啥会将我土地？啊？咱谁不爱？唔是嘅，我系当地老官府谈的，也天有买嘅钱啊，就会拿去本家就系本房啊，定系老所有嘅人安得好，都用事啊，种下系娘嘅。新灰暗，很偏啊。动名条，对冇？
送已经在飞，此撇脚下的土地，无想头摆，无讲故意，假讲摕倒单枪满都无做事，轻声。